新竹竹北有一个上千平的农地，过去捌因为违建和县政府罚，想袂到伫咧双十连假当中呢，佮偷偷请吊车来到现场赶工。县政府接到附近居民的检举，派人去遐过勘，限因7天内面就要拆掉，若做唔拆，政府就会派人替你拆。一大片农地内底，工人伫咧赶工，佮请来大型吊车吊铁皮，检入去内底一看。佫未少准备要施工的材料，地主互人检举，趁国庆连续4天假期偷偷施工。检举人讲，去遮大间，惊是做厂房，有污染的疑虑；若是做仓库，也是惊囤危险的物件。不过业者讲，因是准备要起来做农业使用。家里做很多原因，想要做生意啊。可是他为什么要搭外面的这个棚架？因为本来是想要说上面要牵网子那些啊，可是他们很赶啊，警察每天来就随便先搭一搭这样。接到民众检举，政府11早起去现场稽查。政府讲，今年6月就已经罚业者18万，针对这摆业者趁4天连假来赶工，政府会加重处罚，把在门口打出禁止施工的警告。认定他确认违规了，我们后续可能会再依违反驱逐法的部分再持续加重处分。那违章的部分，公务处也来贴了制止单，请他自行拆除。如果7日没有拆除的话，我们公务处也会立即安排强制拆除。政府强调，依照规定，农业用地敢若会当农业使用，就算业者要起来农用，也是必须要向农业处申请。目前农业处已经通知业者，限期7天内要完成拆除，若无就会强制拆除。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。